我操，怎么上到这儿了？我操！61了，61了。这反正是吃的，哎呦我，你操妈了！我这操作真骚啊！这游戏没法结束了。我操！反正是也玩到一定境界。回去让陈勇把让新佛苟活啊，6000分了。陈勇一直说他3000多分牛逼，牛逼坏了呀！记住我没人打破，打不破。行，这他妈都翻倍了。我现在不能给自己留一个空位，一旦留一个空位就麻烦了，我操！好了，知道了。满了，马上满了。他都没地方刷了，我操！你看这走一路吃一路。满了，58分钟。喂，满了。马上要知道我，哎，没了，没球了，我操！没球了，我操！没球了。